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7，箴言19章23節安尼講：敬畏耶和華，就會得到活命。伊要安居飽足，無拄着災厄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敬畏你，就會得到活命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早得的，現在得的，將來也永遠得的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慈愛遠過諸天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世代，你的權柄遍滿全地，你的公義充滿世間。我要大聲來學習你至聖的名，也要來保養你的好名聲。主啊，因你看得阮一切的學習。主啊，求你將敬畏你的心放在阮的內面，互阮佇每日的生活尊你最大，佇每一件事頂面，攏遵趁你的旨意來行。主啊，求你賜阮知足的心，互阮數算你的恩，無甲人比較，互阮無因為失去而來埋怨，反倒當因為信靠你來知足，就無拄着災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